我们预计在明年的年底会完工。那我们也会找 OT 厂商来协助我们大台南地区的养殖渔民来做好我们整个水产品的内外销的工作。在头前一档，咱的 OT 厂商就必须要交咱的渔民来客座，至少要收3000吨我们的渔民所养殖出来的，包括我们的台湾鲷、我们的虱目鱼。另外，在咱生产较济量的时阵，也要个人处理1000吨的面积的数量。所以我想，对咱这个基地落成以后，对咱台南地区咱养殖渔民，不管是内销外销，都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也期待整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来照顾更多的养殖渔民。因为现在第2代的渔青基本上都会有自我品牌因为你要找加工厂帮你代工没有，但是这次那个冷链做起来，他可以愿意帮我们代工，我们有地方去帮我们做我们的产品来销售我们自我的品牌，让更多的消费者能看到说，其实年轻人是真的回来乡下是有在做事的也要顺便跟现在的消费者说，养殖这一块其实渔民的用心，那消费者会吃到它的高品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咱台南市的面积真宽，是全台湾第2宽的水产养殖。但是呢，咱过去拢饲沙巴啊，饲台湾鲷也有吼。但是呢，这个水产要增加竞争力吼，咱的这个冷链加工一定要做好这会当卖到较远的所在，譬如讲卖到中东伊斯兰世界还是讲要卖到欧美去所以若准咱的这个冷链无做好，咱的加工无做好的时阵，有当时迄个运输的成本甲这个鲜度就会受影响。真感谢农委会甲咱补助，咱总共第1阶段有1.4亿1.44亿这个渔业署甲咱补助一半。咱希望讲真紧的时间来动工动工来紧来完工会当来帮助渔民增加咱的这个竞争力。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9月12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随着防疫措施渐渐放松，民众嘛较愿意外出休闲运动。议员沈振东伫议会总质询，都关心台南的铁摆甲自行车道，除了争取伫中西区甲北区来增加设立扩大路网以外，嘛要求甲北县市的公共自行车系统爱会当结合。台南铁摆盖满6档，不过设站的点却只有77站，无像台中已经破1000站，差天差地。议员沈振东伫总质询对了期待一步一步扩大到500站的目标，嘛特别关心咱委外经营的模式，要求无增加预算之下，参考其他县市的经验，提高借车、行车等使用的方便性。当然，车况歹太晏，嘛建议不管是互社会福利团体，或是立办公处，一定爱搁再利用。我们当然就是发现说站点少车辆少，难操作，然后萤幕显示看不清楚，故障率很高，然后还有站点的一个人次非常低所以这部分确实，我们希望说我们在评估整体的交通的一个路网跟交通局的一个我们的红绿灯的状况之下，都有这个数据评估。那未来这个地方也是要有评估才去做设置规划的一个部分。南市政府的一个共享式脚踏车团队的一个部分，确实要请我们局长再帮我们用心一下。我想议座提的这些都是我们思考过的这个方向就是说对于市府相关单位或者是甚至相关的市府团体，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想这部分我们后续会把它纳入相关的一些规划。不过刚刚议座也跟议座说明，就是说我们其实是改变了一个招标的模式了因为我们在原来预算规模底下，把这个营运期拉长另外是一个改变是把这个收入回到营运商，这样他才有动力去增加这个需求，或者是吸引民众来使用。我想参考其他县市的这个委外营运的规模，我想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处理，而且希望透过陈如刚议座讲，透过站点的规模的扩大，
那个使用量才上得来，因为它必须要有路网形成，我想大家才能够有租有还的地点，可以来方便使用。会中议员嘛针对外团因为选举年，所以担市政大幅度来铺路改善，要求市府澄清并通盘检讨各项路边的病症。对此，干部局长表示，担市每一档路边预算都有编列20亿，也无包括向中央所争取的前瞻40几亿经费来施作大条道路。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11月26號嘅投票日愈來愈近，台南市南區安平區議員候選人林依婷9月9號正式成立競選總部，包括台南市長黃偉哲、立委蔡意瑜、民進黨中常委黃成國等人，攏親身到場為伊加油打氣，現場動宣聲不斷。擁有英國新堡大學媒體公關高學歷嘅林依婷，即屆投入台南市南區甲安平區嘅議員選舉，用嘅講是年紀上少年。9號下午正式成立競選總部，包括市長黃偉哲、立委蔡意瑜、林依靜，以及民進黨嘅中常委黃成國，攏特別南下為林依婷來加油打氣。台南市議會確實是需要國際新人的加入，尤其是佇市政府這幾冬來會使講偉哲嘛真用心你拍拼，但是呢，有當時一寡政策確實無法度來推動，因為安怎？因為咱民進黨無過半，因為咱民進黨確實大家議員都做努力的，但是確實佇個議會能夠需要較大、較濟新的力量。大家今仔就坐佇遮，就要來支持林依婷，咱要支持就是要互伊當選，因為查這個當選，我看咧。會啦會當選，毋過愛着大家有一個，莫去互時較差着。咱就大家攏佇遮，所以咱就愛全力替林依婷全力救票，每一票攏互伊飄飄路過，安尼好無？依婷她是年輕的候選人也是第一次參選。那她在這個選擇這個政治這一個最辛苦的道路。那當然，我希望說，民進黨當然是給新人、給年輕人機會的政黨，所以我們特別來南下來跟他打氣，也支持他這個新年輕人願意為地方服務，願意為國家社會做一點事情，我們給他一點支持。這樣。其實真的非常的感謝，因為我今天是辦在中秋連假的第一天，真的非常感謝國哥還特地南下來給我支持。那我想今天在場的每一位貴賓，每一位我的長輩。其實給我的很多鼓勵，在未來的這78天，我想對我都是最大的支持，讓我可以帶着這些支持，然後一起走向勝利。在中常委為候選人來披掛彩帶，民進黨台南市東部的主委潘新團的手機，現場動宣聲不斷。抬起我們的旗子，謝謝，再次感謝，讓我們的依婷高票當選，來。高票當選，林依婷當選，林依婷當選，林依婷當選，依婷當選。除了中央市長加東部的小廳，另外地方的民意代表，不管是現任或者是新人，來自無同區的議員或者是候選人，嘛攏到場小廳，內面有勞改嘛有薪資。代表青年正陸軍的出發，會長林依婷在政見白皮書嘛提出真濟南區甲安平區的未來發展的願景，包括跨港大橋的設立、社會主體興建、甲青年創業等。市長嘛回應，如果市長連任，林依婷當選議員，一定會來加速進行。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頑皮世界機械遊樂設施為1998年啟用至今已經25年，是真濟民眾美好的記憶。因為中秋節過後就要聽度重建，所以特別邀請同款是1998年出道的藝人徐懷鈺來演唱伊經典的歌曲，喚起民眾的青春回憶。
为了亚星动物园内包括金刚巨人、海德尊甲旋转马车，这游乐设施拢是1998年的启用到当，已经25档，因为安全考量，将全部拆除停起。所以主办单位伫娱乐设施拆除进前，选定中秋节之天，邀请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做伙团圆。同时邀请同款伫1998年出道有气徐怀钰唱出伊的经典歌曲，唤起所有人的青春回忆。1998年盖的，然后怀钰也是在1998年出道的。哦，所以你知道说今天特别回来邀请他来，对不对？哎，对对。OK， 最喜欢他什么歌？什么歌都会是吧？所有歌都可以。来唱一首。我不要。为什么今天特别过来？要看徐怀钰啊。那喜欢他很久了吗？对啊，很久了。真的最喜欢他什么歌？爱像一场重感冒。可是今天可能有另外一首哦。希望今天可以这一首。你知道徐怀钰来参加什么活动吗？就是这个乐园好像要拆掉嘛，就跟他一样的年份出道。有一阵仔报告南台湾演出的勇气，看到现场满满的粉丝，更是卖力演唱，带动民众的热情。经典歌曲一首接一首，最后嘛做伙留念。主办单位表示，今仔中秋连假都有数千位游客来到动物园，感受复古的气氛，嘛留下珍贵的回忆。同时，所有游乐设施预计明年农历过年之前完成重建。期待一代接一代延续美好的回忆。台湾新闻综合采访报道。随着暑假结束，各级学校纷纷开学。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伫9月12、13号举办新生训练，2000多位新生伫市长的带领之下，分配学习 CPR 甲 AED 的急救操作训练，场面壮观。有着台湾上好艺术大学称号的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学校的新生入学仪式嘛真特别，因为是学习医疗艺术相关学校，急救的技能就是首先要学习的。活动由校长孙一鸣、副校长洪明全、校务长王素贞等人的带领之下，带着全校2000位新生分配学习 CPR 甲 AED 急救操作训练。19、20、21、22、23、24、25、26、27、28、29。透过这个医事科技大学的一个特色，就是学生每个都能够对于自己之外，也对别人能够有一些急救的一个专业，所以我们把急救当作 CPR 当作我们的毕业门槛。那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些 CPR 的一个训练。那我们今年招收学生2400多位，那我们也希望这些新生一进来就能够了解这些急救的技巧跟重要性。因为学校是艺术类的大学，学生对着这款的急救技能，拢真乐意学习，表示未来若是拄着紧急状况，嘛会当马上救人。这样以后如果在路上有什么突发状况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急救这个动作。因为我是之前有学过，我是2技的，所以就是比较熟悉啊。对于武装或是4技的新生，就是可以让他们有轻松的可以接触到，就大概了解说这个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医师大学，所以就是如果以后在外面遇到状况的时候，可以有救人的精神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增加自己的自信心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医事大学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对一般的初学者来说，就只是个开始，对。但是也是经由这次的练习跟这次上场的经验，然后就是让他们更有勇气去服务其他就是在路上可能遭遇车祸啊之类似创伤的陌生人。除了学习 CPR 甲 AED， 另外为了让新生赶紧实施校园环境，学校嘛邀请宠物照护甲美容科专业学姊王培琴甲校长孙一鸣做伙拍导览影片，带领新生认识校内校外食衣住行的介绍，希望新生会当早日实施这环境。也希望大家好好把握大学适当的时间，善用学校资源，努力学习知识甲技能。但是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精心设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手里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于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啊，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精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颁发，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好，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好，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好，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农历8月10日是金光上师功德老人圣诞。财团法人功德寺伫中秋节当天，特别举办红观音法会甲拜寿，而且为了保存总团佛教文化资产，佮特别成立显密文化会馆。财团法人功德寺为了保存藏传佛教的文化资产，10号上午特别成立显密的文化会馆，邀请市长吴伟特以及座位的贵宾共同精彩开幕。在开幕式过后，由财团法人功德寺的董事长李明伟带领进入参观，内面展藏真侪珍贵的文物，有分别代表显教甲密教的观音木雕甲金刚杵，
有唐卡甲喇嘛舞、藏传的佛教大藏经甲百叶经等文物。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哈，它是纯木雕的，很庄严哈，它是代表显教。那下面这个金刚杵叫十字阶摩杵，它代表密教，所以我们这个场所它叫显密文化馆。这个是唐卡啊，它号称移动的宫殿啊。这个是四臂白观音的唐卡啊，那旁边这个就是文殊菩萨的唐卡。它整个就是说，因为藏传佛教他们常常是游牧民族，常常移动，所以他们就会把整个对活菩萨的恭敬坛城就画在唐卡上，随身携带。是喇嘛舞啊，他们喇嘛每逢庆典就要跳的，或是起舞，或是消灾等等。这是当初天卡仁波切到我们贡格寺来跳喇嘛舞以后，就把这些喇嘛舞留存在我们贡格寺。那这今天可以展现给大家看。今天是非常殊胜不容易的，大家能够在中秋佳节的时候聚集在贡嘎寺，也是我们金刚上师，我们贡嘎老人圣诞的大日子哦。那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显密文化馆跟落成启用，这个都真的感谢我们贡嘎寺的各位师兄师姐的护持，感谢李董事长还有大家能够坚持把这个显密文化馆这么殊胜、这么珍贵的文物典藏能够收集，然后能够展现在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以及所有的好朋友，大家看得到，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光是看到那些人物念珠佛像，事实上就让人家觉得心情很平静。因为农历8月10日是金光上师贡嘎老人的圣诞，财团法人贡嘎寺嘛提前伫个中秋节这天举办红观音的法会加拜寿，场面庄严隆重。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2022城市论坛智慧府城永续新建筑举办第3场的论坛，由行政院顾问戚文吉主持，佮邀请知名总计业的董事长李东营以及代销业的总经理詹俊成主讲，共同分享建筑产业创造未来城市发展的安全措施。由台南市不动产开发商业东亚公会、台南市大台南不动产开发商业东亚公会以及台南市建筑经营协会共同举办的2022城市论坛来到第3场，以建筑产业创造未来城市发展的安全措施为主题，邀请知名中介业董事长李同荣以及代销业霸主总经理曾俊胜主讲。由新检3个建筑产业人务理事长的吴玉山担任引言人。论坛第3场呢，讲座的题目是建筑产业创造未来城市发展的安全趋势。经营环境就也面临就是人力短缺了，因为就大家也知道现在工地都缺工缺得很厉害所以台湾建筑产业未来的发展会慢慢的走出这高劳力的形式了而且符合节能与环保概念的绿建筑，还有结合智慧科技，我觉得人工智慧现在是流行 AI 创造出这技嘉比的智慧建筑，也就应运而生。这个是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城市发展的输出了这摆特别邀请行政院顾问。同时，嘛是台湾建筑中心副董事长徐文志主持，介绍由内政部建筑研究所公布实施的国家级绿色建筑认证规范，以及未来建筑的趋势。这个部分就是考虑到人的一个在建筑物里面使用的一个环境。那由于就是现在目前大家对于那个健康建筑的议题的一个关注那么所以说它的一个整个在全世界里面，那么申请这个威尔的这个标章的部分，它有相当大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快速。无论为倒一种专业的角度出发，建筑甲人的关系拢分袂开，刷落来应该如何创造居住安全，以及甲环境的和平共存，将成为未来上重要的议题。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
感谢你收看9月1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